世界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，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足球狂熱，世界盃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話題。今日老師就向大家推介一本關於足球嘅書，書名叫做《踢出夢想：足球巨星的傳奇故事》。呢本書記載咗美斯、斯朗拿度、碧咸、保方、球王比利等等28位世界知名球星嘅勵志故事同埋成就。佢哋具備咗一切優秀嘅球技、視野、力量、速度，但最不可或缺嘅係勇往直前嘅精神，使佢哋寫下足球歷史嘅偉大篇章。除咗認識佢哋嘅背景同成就之外，我哋仲可以從書中認識到佢哋嘅生活故事，了解佢哋嘅心路歷程，發掘佢哋不為人知嘅一面。我都係睇完呢本書之後先知道，原來斯朗拿度細個嘅時候曾經患有心臟病，需要接受手術治療。佢哋有啲經歷過挫敗，有啲出身貧苦，但都心懷希望，成名後更不忘回饋社會。最重要嘅係，佢哋之所以能夠成為受人愛戴嘅足球巨星，係因為佢哋有永不放棄嘅信念。除此之外，書入面仲介紹咗一啲足球小知識，加深你對足球運動嘅認識。無論你係咪足球迷，呢本書都好值得你睇。一齊嚟向一班足球巨星學習堅毅不屈、永不言敗嘅精神啦！聽完劉啟邦主任嘅分享，各位同學係咪好想擁有呢本圖書呢？快啲掃描一下熒光幕上面嘅二維碼，或者撳一撳影片下方嘅連結，回答3條簡單嘅問題，你就有機會喺組會度被抽中擁有呢本圖書，同埋同校長劉主任嘅一張合照㗎啦！快啲嚟參加啦！拜拜。